庄小满是吧？我代表林氏集团继承人来解除和你的婚约。婚约？这是退婚合同。你老板是不是身家100亿啊？差不多。是不是长得特别帅，腹肌有8块，还从来没谈过恋爱？是，你怎么知道？是不是只要我答应退婚，价格随我开，你老板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？对，只要同意退婚，价格不是问题。那这笔钱转在我卡上，我是不是还要先掏一笔手续费呀？手续费？啊？打死你个骗子！林总，这个庄小满好像不知道婚约的事儿，把我当成了骗子。我爷爷真会给我找麻烦，还有你浪费我时间。小满，妈，外面亲戚都来了，你该出去见见人了。快好了，再等会儿。我不能。我看这事儿也没那么难吧。林总这次亲自出，肯定能成。那个，妈跟你说个事儿，但是你不能生气哦。妈，你要做什么呀？是你二婶儿想给你介绍个对象，叫什么皮特王。你二婶说了，对方是有能力的，听说这几年挣了不少钱，成熟体贴，会疼人，绝对是一个优质男。老头子，快来看看！妈，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不要再给我安排相亲了。还好意思说？之前给你安排的，你都找借口不去。哎，这次人家到家里来了，你就见见吧啊！我不去，要去你自己去。庄小满，你要是不去，我就和你断绝母女关系。你准备好协议，我去会会他。林总，你小心点，这村姑的厉害我见识过。又来这一套，想断绝关系是吧？好大人，乖女儿，人家大老远赶过来了，当着满屋子亲戚面把他赶走，咱们庄家会被人暗地里戳脊梁骨的。妈，那你能不能答应我，如果我这次又没相中的话，你以后不要再给我介绍了。哎，行，今天妈安排了你大姑和你小姨们给你撑场子啊。哎，你找谁呀？庄小满在家吗？相亲对象在里面呢。哎，是不是长得跟大明星一样？这呀，10里8村的可不多见啊。我看小满还怎么挑。庄小满呢？我找庄小满。哎，小满，快点出来呀！这小子还挺着急。哎，小伙子，你怎么一个人来相亲呢？啊，你们家人呢？哎，一个人就一个人吧。哎，要不要先喝点水啊？这么远过来，辛苦了。你就是爷爷给我找的麻烦。他长成这样还需要相亲吗？相亲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就是我们家小满。小满，我们替你把过关了，小伙子可以。你就是二婶介绍的相亲对象？是我。瞧瞧，这俩孩子多般配呀，可不就是嘛！快结束吧这场闹剧。今天把事定了，明天选个好日子给俩孩子把婚一结。明年这个时候啊，你就等着抱孙子吧。既然是相亲，能否给我们一个单独了解的机会？他想干嘛？走，咱们都出去走。他俩单独聊。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讲究三观一致，你们好好聊聊啊，加油！放心吧，没什么好聊的。什么人啊？
每次说变就变。坐。嘿，这可是我家。好戏开始了。喝水。相亲是我妈安排的，咱俩都是被迫的。坐一会儿，哪儿来的就回哪儿去吧。我倒是自愿的。你就这么闲吗？如果可以，我们这几天就可以领证。可以你个头啊！对，就是这个态度。不认识的人怎么能结婚？对我而言，跟谁结婚根本不重要。我真是开了眼。那我请问，你认为什么才是重要的？重要的是让你讨厌我。重要的是婚后，我希望你能以我为主，我主外，你主内。我这人喜欢热闹，孩子生得越多越好，但是我不负责带。哎，不是，你哪来的自信说这个？我还没说完呢。你最好说人话。我们俩结婚以后，我去哪里，你不能管；你去哪里，见什么人，办什么事儿，几点回家，都必须随时向我汇报。冷静。别忍了，爆发吧。礼貌。我忍不了了。哎，我把话给你放这儿。很好，大声说出来。就算世上只剩你一个男人，我庄小满也不会嫁给像你这样的人。就这？这是你自找的。也太让我失望了。你们能听见他俩在说什么吗？听不清呀。不过看样子，俩孩子也看对眼了。你们在这趴着干嘛呢？小满呢？我给他介绍个对象来了。他是相亲对象啊？他不是隔壁村那个王麻子吗？什么王麻子？人家现在是 Peter 王。明明是王麻子嘛，他是来相亲的。那里面那个是谁啊？里面不过也够用了。还有脸笑？这不很简单吗？搞定。好，既然庄小姐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可是留下证据了。莫名其妙吧你。田贵芬，田贵芬，田贵芬，你干嘛？田贵芬，你谁呀？是不是二婶你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吗？他才是我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。二婶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这什么情况？你不是来相亲的，那你是来干嘛的？我是来找你退婚的。退婚？说吧，为什么报警？警官，这个人肯定是某个杀猪盘诈骗组织的小头头，他擅闯我家，还冒充别人的身份跟我相亲。诈骗可是大罪，私闯民宅也是非法行为，你好好交代。首先，他说的诈骗组织，根本就是无稽之谈。其次，我也没有私闯他家，是他的大姑大姨们前呼后拥把我请进去的。不信的话，你们可以问他。当着警察的面，看你还敢撒谎？这话是不假，但他派人好几次找我说要给我一笔巨额退婚费。世上哪有白捡便宜的好事儿？这不是诈骗是什么？你交代一下，退婚费是个什么情况？我的爷爷和这位庄小姐的爷爷，多年前为我们定下婚约，但是我们之间根本不可能。我给他钱，就是为了解除这个婚约。好笑吧你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连小说都不带这么写的。但这件事情千真万确。好，知道了。这个骗子，看警察怎么揭穿你。连线的资料查出来了，没有案底。啊？有必要这么惊讶吗？你们俩的事确实是个误会。那婚约的事情
就明天。哎，小马，让我妈听到这事儿就没完没了了。看样子，你也明白这事有多麻烦。那明天我会再来，你想清楚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。爸，我问你，爷爷以前有没有给我订过什么婚约？是有这么回事啊？这就尴尬了。谁让你去庄家闹事的？派出所都把电话打到我这里了。我让你好好处理婚约的事，你让我把脸都丢尽了。明天我还要跟供应商开会，我哪有那么多闲工夫待在村里啊？公司没你也行。什么意思啊？从现在起，你已经不是临时的总经理了。爷爷，你这是在胡闹啊！这门婚事是我和老战友定下的，你不要觉得是儿戏。这事如果处理不好，你就永远待在大东村吧。我就说这事儿没这么简单吧。你看，行李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这老爷子到底想干什么？小林，加油！看来你们早就串通好了。你就是和我们家小满有婚约的林家后辈。叔叔您好。爸，妈，咱们回家吧。啊，回家。等一下，他不会是想要……你想多了。请问，这附近有酒店吗？啊，最近的酒店在镇上呢。谢谢。哎，他爸，镇上离这儿50公里呢，你怎么不告诉他呢？我还没说完他就走了。你看这事儿弄的。哎，小林，镇上离这儿太远了。呵，还不理人，那就走好不送。你不是去酒店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你以为我想回来吗？走不动了。你走了多久啊？哎呦，都怪你！镇上离这儿50公里，你不说。你吃东西了吗？饿不饿？我不饿。我还是去给你弄点吃的啊。来，走走走。你自己要走的，不是很厉害吗？还不理人。慢点。这天这么晚了，你来的也比较突然，家里没准备。今天晚上你就将就一晚啊。谢谢叔叔。来，进来吧。哎呀，就当自己家啊，别客气。这是储藏室吗？啊，我帮你收拾一下先。哎，爸啊，我来收拾吧，你先回去休息。那行，你帮他收拾一下啊。小林，这边需要什么就言语一声啊。谢谢叔叔。回去吧，爸。哎，这被子是你家祖传的吗？这还能用？那今天晚上你就住这儿。这哪里能睡啊？怎么了？给你地方住你还嫌弃啊？那不然你去住酒店吧，这可是我爷爷的房间。你爸妈都欢迎我，你有意见啊？我就直说了，今晚好心收留你，明天一早把你那个什么婚约一退，咱们俩两清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明天一早跟我去退婚，以后我们俩谁也不认识谁。如果不是因为爷爷，我才懒得理你。
爷爷，你和这个庄家到底什么关系啊？非要这么折磨我吗？反正就一碗，这老爷子天天给我出难题。这是在哪儿啊？啊，想起来了，庄小满退婚。啊，邢月兰呢？你在逗我吗？幸亏昨天先来的是小兰，你弟和你弟媳平时明里暗里欺负我，我睁只眼闭只眼就算了，但这次他欺负到小满头上来，我绝不答应。妈，哎，你们俩怎么好端端吵起来了？小满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！你昨天让我和皮特王丢人丢大发了！什么皮特王？他就是隔壁村王麻子。一大清早的吵什么吵？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倒还先找上门来了。我们小满可是高材生，你都介绍些什么东西？什么高材生，还不得回家来种地？你看人家皮特王一本正经，哪像你家闺女，脚踏两只船。是啊，阿姨，我可是看在二婶的面子上才答应和小满相亲的。滚出去！桂凤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怎么？啊？敢做还不还让人说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就是要说，你们能不能？庄小满，你发什么疯？爷爷说了，家里要是有不干净的东西，就泼草木灰。你爷爷说的对。哎，叔叔阿姨请放心，只要小满知错就改，离开这个野男人，我爷爷继续和他。谁是野男人？你就是，我就说你呢，你就是野男人。哎呀！哇，看不出来练过。说，谁是野男人？我是。哎呀！二婶，你看这下麻烦了，怎么收场？你们家这些糟心事儿，我看够了。什么时候跟我去退婚？小满，今天这个你看不上，明天我再给你介绍小啥？满，妈也不是想催你，老了谁照顾你啊？烦死了！我回来可不是为了听你们安排我的。对不住了。你想干嘛？好，我答应你了，我同意跟你在一起了。不是说好今天去退？不是这个，你瞎结呼什么呢？发什么疯啊！我问你什么时候去退婚？我当然要跟你去退婚了，但作为前提条件，你必须得陪我演一场戏。你以为我是演员吗？你以为我想这样吗？你耍什么花招？如果你不配合我，我就得一场接一场的相亲，还会连累我妈在村子里抬不起头来。这是你们家的事儿，我没时间陪你在这过家家。这事儿本来就赖你，要不是你冒充相亲对象，能有今天这一出吗？你要是不答应，退婚又免谈。耍赖是吧？你乡亲们，我跟大家正式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们老庄家的正牌女婿，他叫……乡亲们，还正牌女婿，连叫什么都不知道，肯定是假的。
就是呀，倒是说呀，算我求你了。真是被你赖上了。假的。林宪，我叫林宪。各位乡亲们，之前我和小满的事没有告诉大家，造成了不少误会，请大家不要再给他安排相亲了，他已经名花有主了。我帮你扳回了一局，你要说到做到，别再耍赖。今天不行，还需要一段时间。你以为我拿你没办法了是吧？1个礼拜1个礼拜太短，让别人不会信。你不要太过分。二婶，你看这弄的，最多1个月。 1个半月，再讨价还价，这婚我就不退。好，成交。既然要住这儿了，那就好好布置一下。等一下。我还以为要帮我呢。赶紧把这些东西给我丢出去。还有那些破东西，全部搬走。 好，听你的，谁叫我有求于你呢？这还差不多。还有这被子，你得给我换掉。这好好的被子换什么？这可以用了呀，你自己看。 这怎么用啊？你必须给我换一个。你不要得寸进尺。你换不换？知道了，还有什么？这上面这么多蜘蛛网，你看不见啊？庄小满，忍住，不许烦我。不就是干点活吗？要不要帮他一下？ 愣着干嘛？扶着点啊！你往上去一点啊！信不信我摔下来砸死你？踩我手了！ 不会吧，这么巧？这女人是故意的吧？小满啊，你们需要帮忙吗？看样子不需要我帮忙，不需要。怎么了？哎，别抓！你这儿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除了这个地方，还有其他地方痒吗？别抓了！你应该是过敏了。你怎么有空调啊？你那房间又没人住，我爸妈睡觉喜欢开窗，所以只有我房间有了。那你给我也装一个。你就住那么点时间，有地方住就不错了，还提要求。不是你求我住下来的吗？
时不挺温柔的吗？要是说话再客气点就更好了。脱衣服，干嘛？给你擦药啊！你不脱我怎么擦？刚觉得你温柔呢，就这么粗鲁？要不还是让他自己来吧。算了，我还是不涂了。我闭上眼就是。也不知道怎么搞，这么娇贵，碰到点灰就这样。我尘螨过敏。这个药治疗过敏还是挺有效果的。你告诉我在哪个位置，我帮你涂。好了吗？嗯。这儿。下面一点。这儿。嗯。已经好了，谢谢。还没涂完呢，莫名其妙。小满一家都在地里干活，这人是谁？鬼鬼祟祟的，先抓住再说。终于能安安静静吃个饭。哪来的小偷敢来我们村偷吃东西？你，我饶不了你！老实点！你放手！你说谁是小偷呢？敢偷袭我！啊！疼！放手！你放手啊！住手！小满，你们家进贼了！他刚还在那偷吃呢。我那是光明正大的吃。耗子，他是我未婚夫。他？这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改天再跟你细说吧。情况太复杂，一个两个都这么粗。不许走！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人看着就不像是什么好人。我看你是眼睛有问题。你们必须给我说清楚。这事你跟他说。我哪知道怎么说？我倒要看你们怎么说。所以，你们的婚约是爷爷那辈定下的。嗯。然后你们就这么答应了？怎么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当然有问题了。小满的初恋都还没呢，就冒出个未婚夫了。你提这个干嘛？你还没谈过恋爱呢。谈恋爱有什么了不起？哎呀，当然是以此为契机认识了，然后我们两个就看对眼了。挺能编啊！哎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情分。是。他对我一见钟情。你要点脸吧。就算是这样，你也不能让人住你家里吧？周小满，你不会是个恋爱脑吧？我看你怎么编。跟喜欢的人当然是有时间就腻在一起了。这你都能说得出口？
行吧，有点腻歪的。他竟然还信了。不是嘛，对象嘛，来这个，来拿回去，小满炒菜用上。走吧。谢谢。咦，这不是小满对象啊？来，把这菜倒点，回去吃。不用了，拿不下了，我拿不了了。拿两。好，够了，谢谢阿姨，谢谢。这庄小满在村里人气这么高吗？太可怕了，得赶紧离开这个怪地方。小李，谁给你这么多东西啊？是啊，这个刚才乡亲们给的。哎呦，给这么多啊！快坐下，来，坐。哎呦，这么多！哎，拿我拿着。好。哎呦，好新鲜呐！哎呀，快坐下吃。哎，小李，昨晚没睡好啊？你这黑眼圈像是被人揍了一拳似的。你这也吃太少了吧？这都不错了。昨天不是嫌弃不卫生，一点没吃吗？小满，怎么说话？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早餐最好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又清淡的食物。叔叔阿姨，今天这顿早饭，你们的卡路里超标了。你不是也要吃吗？你多吃点啊。大哥，这是茶叶蛋哈，你小心眼睛变成五香味儿的，还以为大少爷肯吃饭了。林总，董事长这2天有点忙不过来了，有些事情他让你处理一下。哎，小满，又要翻土又要撒种的，最好呀有人能帮你。你想让谁帮我？我现在没空，你让他们来大东村找我。什么意思啊？让我去干农活？你别看我不是我说的。放心吧，我陪他去。好，快吃。突然这么好了？我主打一个陪伴。原来这速溶咖啡这么难喝。哎，你这是来度假啊？我不是在陪你吗？就是有点晒，蚊子有点多。你忙你的吧，我还有我的事儿呢。以为自己是霸道总裁啊？真是。公司那一堆事儿，也不知道老爷子的身子能不能扛得住。老爷子，我就等着你求我回去。让我在这儿办公，真有……林总，您看看这个项目怎么样？这是我们的计划书。这又是搞哪一出？回头让小谢联系你。行，打扰您了。
林总，听说您被停职了，我们想请又不用这么夸张了。担任我们的商业顾问。这个暂时不考虑。小满，哎，把鸡播种呢？是啊，公公，天气好，我想着趁雨前把种子都播了。啊，你这样也太慢了，还是用拖拉机好。去我家把拖拉机开来。行。爸，你看小满还有未婚夫整这么大场面，十有八九在装酷。还有第一次进村的时候还整辆豪车，估计啊也是喂猪的。小满不会被骗吧？哎，你小点声，别让小满听见。太丢脸了，听不见，听不见。好的。忙着呢，小林。庄小满啊，庄小满，本来找他假装未婚夫，就是为了避免被人说闲话，结果现在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方式被人用。毛和友，中国烤鸡走向世界，挺好的。把这个策划案送到我公司一份。好，谢谢林总，谢谢。听不见，不想看，快点干！你们公司我知道，没兴趣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要不林总您再别说了。庄小满，什么时候回家啊？哎呀，还早着呢，这样翻太慢了。不就是翻个地吗？有这么难吗？这么多天过去了，你处理的怎么样了？出了点状况，我会尽快搞定它。那个叫庄小满的女人和你到底什么关系？你就没有什么想要跟我解释的吗？跟你需要解释什么？虽然我是喜欢你，但我的眼里可容不得一粒沙子。别把自己想得太重要。如果你不把那个女人的问题处理好，你是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的。什么意思？难道说是要搞定小满？我倒要看看这种地有多难。想要在小满面前好好表现，博取好感吗？哼，不能让你得逞。看你这样，你是要帮小满种地啊？对啊，你知道怎么开始吗？来，我教你。这么简单，不是有手就行。林夕，给我住手！哎，林夕，哎，别碰我的种子！马上干完了。这个混蛋，敢毁我种子，我饶不了你！
你小子，这回死定了！停下！山哥，你敢毁我种子？我等着！谁让你们捣乱的？别追了！我站住！哎，饶不了你！哎。这到底什么情况？静雯，浩浩哥，你回来了！你怎么又不提前跟我说呀？我好去接你啊！小满，小满，在发什么疯？小满，静雯回来了！静雯回来了！小满，小满。曾小满，你有病是吧？我待会儿再找你算账。秀来了！哇，汤也来了！哎，小小，这么丰盛，快坐。哎呀，今天我们大东村3人组终于聚齐了，来开酒。来。来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你们在这过家家呢？什么3人组？幼稚！静雯，你这次回来待几天啊？我呢，刚刚结束了一个大项目，领导不仅给我升职，还给我放了个长假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你是不是就能在家多留一段时间了？我们静雯果然在哪都很优秀。我倒是想问问，你们2个是什么情况啊？又来，你来编。我快编不下去了。你就勉强理解成一见钟情吧。哎呀，我们今天不聊别的，主要就是吃吃喝喝，庆祝你回来。来，干杯！来，对对对，再干一杯。来，静雯，干杯！干杯！你们当我不存在是吧？这个庄小满，我好心帮他干农活，竟然开拖拉机追我。撒一个谎要用无数谎来圆，现在真是骑虎难下了。静雯能回来，真的太好了。我的耳环怎么不见了？啊？是不是掉哪儿了呀？找一下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不找了。你们之后谁见到了给我就行。行，那咱们先吃饭。来，来，静雯，吃这个。谢谢。小满平日不爱生气，那片地还没有翻过你就播种，那批种子就全废了。姐，他来干什么？有事吗？我是来找你道歉的。今天是我帮了倒忙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好的，我接受。
你一个985毕业的大学生，不待在城里发展，回老家来干什么？又是这个问题，第50个了。什么第50个？你是第50个让我解释这个问题的人。这里是我的家乡啊，我喜欢这里的山，这里的水，还有这里的生活。算了，说这些你们也不会懂，我只是喜欢种地而已。看来是我小看你了，原来是因为这样。你还有事吗？道歉我接受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该道的歉我也道了。顺便说一句，你拖拉机开得很好，下次别开了。道个歉还这么拽？无聊的把戏。今晚你等等。啊？小虎托我买了台空气净化器，我多带了台，给你。浩哥，不用了，你自己留着用就行。跟我你还客气什么？我看你之前发的朋友圈，你那么好的办公室里也有台这个呀。你还是这么的细心周到，以后谁要是当了你的女朋友，可太有福气了。啊，静雯，你应该还没有男朋友吧？不好找呀，你也知道我的择偶标准啊。我呢，就是要嫁给有钱人。啊，我给你搬回家吧。不用，我等会儿自己来就行。哎，没事，我给你搬回去。对了，静雯，这个原来在你这儿啊。小满给我的，他让我转交给你。居然不吃这一套。来啦！哎，小满，没事过来玩啊！小满，这批玉米种子真不错，看着都挺饱满的。快干了。上网了。哎，爸，翻完这套你就回去休息吧，交给我。我不累，今天是晒种的最后一天了，可不能出岔子。来。晒干了都。小满，慢点，别搅到地上了。放心，妈妈。哎，把这个推平了。好。庄小满不在家，他们一家在后面晒种呢。我不是来找小满的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我看你经常挠手臂，在想你是不是尘螨过敏。正好我多了一个空气净化器，拿给你，希望你早日适应大东村的生活。那，谢谢。欢迎各位来到林氏集团，我是林氏集团总经理林宪。如果能和林宪在一起，我就能拥有我想要的人生了。
他们的玉米晒肿了，应该没事吧？我要不要去看一下？跟我也没关系，对吧？小满，你怎么样了，小满？他没事，他是好了。大爸，你没事吧？庄小满，过来。没事。怎么样了？轻微摔伤，已经办了住院了。没什么大碍，休息一阵就好了。小满，小满，这么烫，你还好吗？小满。他这是陪了我一整晚吗？我爸妈呢？你别动，躺好。阿姨没事儿，叔叔也没什么大碍，你还在发烧，先把药喝了。你这个人看起来冷漠，
但有时候还挺靠得住的嘛。你看起来挺柔弱的，没想到还挺坚强。你还加了糖啊？你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这小子一个人在干嘛呢？不会又在搞什么破坏吧？你在干嘛呢？你不会是在开钩吧？嗯。停！来，给我！你在那看着，前腿弓，后腿蹬，手把锄头握紧了，心不要慌。你这个脚就这样，你怎么看？哎，庄叔跟小满呢？怎么让你来干这呀？小满生病了，庄叔受伤了。啊？我在他们家住着，不得干点活啊？他们生病受伤了。那个，你就按我说的干啊，你自己别瞎搞啊！小满，小满，我进来了。姐，小满啊，你没事吧？听说庄叔的脚也受伤了，怎么弄成这样啊？晒肿下了大雨，不过现在都没事了，别担心。没事就好。哦，对了，林宪这小子平时身上沾点泥巴都嫌弃半天，他怎么在地里开沟啊？他开沟？嗯，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哎，这个你躺好，你躺好，你要躺着休息吧，我都已经教过他了。那个，我帮你加点水吧。水壶呢？哦，好像在林宪房间。这不是我送给建文那个空气净化器吗？这种田这么麻烦，这沟要开到什么时候啊？需要帮忙吗？你穿成这样，能帮什么忙？又想耍什么花招？累不累？你也太小瞧我了。再说了，开沟这种事儿，一个人太辛苦，我能帮一点是一点。那你帮我看一下，我这沟开的直不直？好。没想到你这么快就上手了，不愧是你。你以前认识我吗？当然不认识，是你不认识我罢了，林总。李现，有虫！不好意思啊，我也怕这个，要不要帮你叫个人来？啊？不用了。你就在这长大的，会害怕这个？
这个林仙真是个木头，软硬不吃，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。今晚，爸，你吓死我了！我刚刚去林县的房间拿水壶的时候，看见一个空气净化器，是我送你那个吗？应该是吧，但怎么在林县那儿啊？我记得我给小满了。啊？你给小满了？我就说这个小满是个恋爱脑嘛，对林香这么好干嘛？对了，浩哥，我自己用不上，所以给小满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不会，我怎么可能会介意呢？不过今晚，我觉得你还是得注意一点。注意什么？我刚刚看到你去地里帮林县干活了。哦，我知道你是心好，但毕竟他是小满的未婚夫，我怕别人看到了不好。我就是去看看那个林仙靠不靠谱，然后再探探他的虚实。确实，我也觉得这个林县不太对劲，我就怕咱们小满吃亏。你怎么不敲门啊？你怎么不关门呀？对不起，你洗吧，不打扰你。不愿藏在我心底，又害怕靠得太近，想回到过去，或许再也不过去。完了，我已经我好像习惯我和你是喜欢上他了。哎呀，我这腿一伤啊，老婆女儿把我捧在手心里面照顾着。瞧把你嘚瑟的样子！哦，爸，是不是有一批化肥要运回村子里吧？我现在去啊。小林去了啊？哎，你是不是没有绑绳子啊？哎，完了，搞砸了，我绑了呀。想好好表现一下，没想到大意了。绳子应该是松掉了。我信你个头啊！妈，这还有很多是给王大爷家带的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没事没事，路上掉的咱找回来就行了啊。这次先饶了你。走吧，大少爷，一起去捡化肥。我自己去。那你慢点儿。
庄小曼，我怎么脑子里全是你？林宪，少添点柴，火太大了。哦，你好好帮我打下手，今天掉化肥的事儿就不怪你了。你还跟我计较？早知道我就不去了。嘿，说你两句，你还不乐意了。林宪，过来，干嘛？过来，尝尝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吃吗？还行吧。你是要把我烫死吗？行，出锅。这一大清早的，神神秘秘的，带我去哪儿啊？到了你就知道了，你可是第一个来这里的人。小心啊！有这么神秘吗？跋山涉水的。到啦！噔噔噔噔，欢迎来到我的秘密基地。哇，怎么样？这些全部都是我种的。未来呢，我要在这儿建一座鱼池，养鱼的水会通过水泵传输到上层的蔬果区，经过植物的过滤后，水最终会再次流回到鱼池里。你的这个构想是一个小型的生态循环系统啊？难道这些就是你留在村子里的原因？现在这些只是个雏形罢了。啊，这些东西都是你一个人摸索出来的？边摸索边改进嘛。庄小满，你果然很特别。哦，对了，你千万不能跟我爸妈说，不然他们又该说我浪费时间做不切实际的事儿。傻瓜，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有多优秀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别碰！什么情况？怎么又摔了？我该怎么办？快别看了，放我下来啊！他现在在想什么呢？庄小曼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喜欢上你了。回去还是洗一下吧，花房的水不太干净。没关系的。那个，我刚刚从花房摘了一只。
庄小满，苏子峰，庄小满，你想我没有？哎，好了好了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对了，林仙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学弟苏子峰。这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这位是你朋友吗？哦，他是我，庄小满的未婚夫。这么主动，以前不都是我来说的吗？你订婚了？哎呀，这说来话长，不是你怎么来村子里了呀？一看就不怀好意。当然是为了见你。地理杂志这次有一个美丽相当的专题，我是专门负责这次拍摄的。哦，那真是好事儿啊！那你带我去一下你们村委会呗？行，我带你去。你没变样啊？你也没变。走啊，林宪。哦，有点自作多情了呀，林宪。李书记，那我带他去村里转转。骑车注意安全啊！好，放心吧。好了吗？好了，走吧，出发。走。你先回去吧。哦，不就是个学弟啊，至于这么高兴吗？走，去看看。看什么？坐好了。看那边。哇，好美！还有我们这边。呀，差点开沟里哈，子枫。就是金山银山。哦。哎，子枫，那边特别漂亮，我带你去那边。哦。停！哎，嘿，在哪？嘿，你别给他们看见啊！我没事的时候就会一个人来这儿。你听，河流声会让我觉得特别安静。这么偏的地方，真是一点防范心都没有啊！还有这儿，你看，这两边全部都是毛竹。毛竹啊，毛竹4年之内只不过长到3厘米，到了第5年之后，会以每天20厘米的速度而增长。这就叫做深耕细作笃前行，一朝收获终有成。你还是跟学校那会儿一样，一点都没变。子枫，你这次来的特别对，我们大东村有特别多美的风景，到时候我都带你看看。好啊。哎呀，喂，你小心点。没事没事没事。那小子故意的吧？还好吧。我说你这个未婚夫怎么一点都不知道着急啊？我着急有什么用？我给你看个东西吧。啊，这是我吗？对啊。不是，我说这个角度拍照，真亏你想得出来。你也可以的。哎，你也试试。我不会这个。相信我，你可以的。把手给我放开！这小子他绝对故意的，不是他绝对有猫腻。你也不用这么激动吧？行，你冷静，我去把这小子的手给剁了。你最好说到做到。你去啊。你这次啊，一定要多拍些照片，给我们大东村好好宣传宣传。小满，哎呀，哦，对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
这位是我的学弟苏子峰。原来你就是子枫啊！我经常听小满提起你。你好，怎么回事呀？是我来帮你。谢谢小满，谢谢。像小满这样单纯美丽的女孩，真好。嗯，我倒是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。是吗？子枫，你喜欢吃什么就自己拿啊，别客气，当自家。这阿姨自己做的包子，好吃。谢谢。阿姨，你做的包子真好吃，让我有种自己家的感觉。这么快就来戏了？那你呀，把这就当成自己的家啊。既然这么投缘，不如你认叔叔阿姨做干爸干妈吧。有这个必要吗？那我就是你姐夫了。我爸妈呀，要是有你这么优秀的儿子啊，做梦都会笑醒。请吧，给叔叔阿姨敬茶吧。我真的会谢谢你。别了，来，别客气。哦，怎么好烫！没事吧？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吹着。我看看。没事，宪刚他也不是故意的。真是马马虎虎。我带你去用凉水冲一下，走。哎，去冲。没事。没事。来，小林，没事，给，吃包子。谢谢阿姨。快吃。庄小满，他是故意的，你看不出来吗？疼吗？不疼。还好伤的不严重，不然可怎么办呀？我没事儿，宪哥也不是故意的。林宪也真是的，都怪他不小心，不然可怎么办？庄小满，阿姨叫你，什么事儿？你自己去问他。子枫，那你自己先涂一下。你可真喜欢给别人擦药啊！他滑板还留着呢。苏子枫，你马上开学了，跑哪儿去了？快回来！我一时半会儿回不去，我在追求我的幸福呢。太久没练，我都不会了。没事儿，有我在，我肯定让你重新学会的。庄小满，我们什么时候去地里啊？慢点。地里今天没有活了呀。那你继位了吗？我爸早上喂过了。哦，那你继续玩吧。哎，林宪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玩？是啊，宪哥，小满的滑板就是我教的，你想不想学？不用了，没兴趣。怎么这么不合群？我们继续吧。好，上。妈，哎，你看见我滑板了没？没看见。奇怪了。哎，林宪呢？他呀，出去了。他说到小卖部找江浩了。那我去看看。去，注意安全啊。
我就不信，我还学不会了。不就是滑滑板吗？谁还不会呀？喂，猴子，林轩去你那儿了吗？啊，他没在小卖部。哦，好。千万别看到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糟了！林羡，什么情况？我的滑板。哦，哦，来，我扶你起来，来。哎，你不是说对滑板不感兴趣吗？闭嘴！小马，该走了。哎，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我们今天只拍摄大东村的人，宪哥好像不是大东村的吧？想甩掉我？没门儿！咱们一块儿去吧。宪哥不去也行，我怕忙起来照顾不到他。哦，一起吧。正好我刚吃完早饭，想消消食儿。慢点。哎，往后一点点。对，好，不动哦。能请你帮个忙吗？你要干嘛？我可以帮你啊。不用，浩哥，你今天也是我的模特。这次出来我没有带摄影助理，没事。如果宪哥不想帮忙，他也可以，大不了我多待几天，是吧？离线，你快帮他一下。你最好拍完赶紧走。生气了吧？这才刚开始。说吧，怎么帮？待在这儿别动，保持画面的干净啊！就这？相机对于摄影师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，你帮我看好点啊！有东西，稍等。啊，什么东西？你别动，妆会滑。好，可以了，别动，我来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摆一下 pose。林谦，这你都能忍啊？我都快看不下去了。这有什么呀？子枫也是为了摄影在调整嘛。别紧张。这再怎么说，人家小满现在也是有未婚夫的人，这个苏子枫也不顾忌这。稍微的。哦，对。苏子枫，
我看你今天是不想好好拍了。拍摄还没开始呢，你干嘛呀？林夏，你干嘛？放开！我不放。放开！你先放。你能放手？小满，你也是的，你都是有未婚夫的人了，你也不注意着点。说什么呢？小满和子枫就只是好朋友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？是啊，仙哥，你是误会了。你自己心里明白。子枫拍宣传照对大东村来说是件好事儿，你就不能跟他保持点距离啊？你要是再这样，就先回去吧。你是想把我气死吗？来，继续拍。按照刚才那个姿势，好，好，走。OK， 别动哦，可以往侧面一点点，笑一笑，来。江浩，你那手能不能自然一点啊？你学学小满，学学小满，可爱一点。好，来了，来了，3、2、1，再来2张，再换个 pose， 换个 pose。好，最后一张啊，拍完就收工了。3、2、1，好。你拍完了没有啊？不是你催什么催？你看不见吗？我，这个拉我这个，这个。你刚刚不是说相机比你的生命还重要吗？那怎么办？带子要断了啊，你自己考虑一下。林志，你快下去救他呀！我不会游泳。我不会游泳啊！这个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简直胡闹！哼，演砸了吧？别装了，有这么冷吗？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真幼稚。但你也不能害我呀。难道是我推你下去的吗？来，喝点热水暖暖啊。怕。好。但是你明明可以拉住我的呀。我当时是可以拉住你，但在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想起你说过，对于一个摄影师而言，相机比他的命还要重要。这是不是你说的？林贤，少说两句。我救了比你命还重要的东西，你是不是更应该感谢我？什么？你看着我一个病人在……林宪，你能不能不要再刺激他了？子枫都着凉了，你让他好好休息一下。不行，这是我的床。你就不能让他一天吗？小满，我有点头疼，要不你先让他出去一下吧，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。快走，快走，走啊！不是，是不能。周小满，你去干嘛？子枫今天受凉了，我去帮他把衣服洗了。他自己又不是没长手。人家都虚弱成那样了，
我帮他洗衣服怎么了？我看你是真没脑子。随便你。哎呀，眼前这幅画面，真是让人身心舒畅啊！说吧，你来大东村，目的究竟是什么？你应该知道啊。小满，还是我来洗吧，小满。你别过来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没事，我来。汤来了，来。哦，哎呀，菜齐了。哇，好东西啊！香啊！子枫，你今天一定要多吃点，这顿算是你的庆功宴了啊！放开了吃。嘞，来，筷子。耗子你也吃。那我们开动吧。小满，你做的好好吃啊！你就多吃点啊。这个好吃。这是你最爱吃的，我专门给你炒的，来多吃点。谢谢。仙哥挑食啊？还不是想留给你吃啊！毕竟明天回市里了，就吃不到小满做的菜了。你多吃点，不然你滑板没力气。我谢谢你，当我傻呀？我滑回去。要不我们一起举杯，预祝子枫摄影作品再得奖，再得奖。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仙哥酒量是不是不行啊？这酒很烈的，别名叫三杯吐真言。酒量不好的人可不要喝多啊。好好吃啊！京薇，这个给你做的。哇，多吃点。哎，有，你等我一会儿，你们慢点哈，一定得等我回来啊！酒量不好的人悠着点儿。子枫，你悠着点。你忘了吗，小满？我是戏里的千杯不醉啊。倒是宪哥，也不知道这酒量还行不行。今天都是自己人，要不别品酒了吧？说这。他们这什么情况？哎，你们不能再喝了。说了不能再喝了。哎呀，我没事。哎，林姐，真有你的。林姐，你会的可真多。林姐，小心小心。慢点啊，可以吧？可以。不能喝你就别喝，喝那么多干嘛呀？这点，慢点。都说了这酒不能乱喝，醉成这样多难受。静雯，你们先回去休息吧。子枫，你明天还不是要走吗？你明天能来送我吗？好啊，明天几点？
庄小满，我们演戏到底要演到什么时候啊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已经分不清楚哪些是真，哪些是假。今晚快来。能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今晚我能不说吗？那我来说说我的心事吧。小满，你记得吗？我之前跟你说过我有喜欢的人了。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，你还说你想为他变得优秀，然后为他留在城里。对，他家世好，长相好，能力好，一切都很完美。除了身边总是围着很多的女人，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。但我还是努力的留在城里。我想再靠近他一点。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？哎呀，你快说吧，谁呀？是林宪。林宪？但是我这次回来，我看见你们两个在一起特别的快乐、开心，所以我是真心的祝福你们。小满，我希望你好。静雯，其实我和林宪之间就是假的。我是为了不再被相亲烦扰，我才让他假扮我未婚夫的。原来是这样。小满，我之前一直很担心你和林宪在一起会受到伤害，你们没有在一起太好了。为什么这么觉得？你从小就在大东村长大，但林宪不一样，他不属于这儿，你们两个注定是不同世界的人。林宪，林宪，林宪，你怎么还没走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不走了。你有那么爱种地吗？别装了，这儿没人。我知道你跟小满假扮情侣的事儿了。谁告诉你的？陈静雯果然没骗我。原来你们真在假扮情侣啊！我跟小满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我从大学就开始喜欢小满，你别想借火。喜欢一个人，时机也很重要。我不会放弃的。
我回来了。哦，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杂草多吗？杂草倒不多，不过看起来该出虫了。哦，除虫先不着急。他怎么了？大黄，过来。这几天也没发生什么事儿啊。小满她怎么了？这女人没完了是吗？这有椅子，你自己坐会儿。等一下，昨天小满跟我说，你和他之间的一切都是假的，对吗？她真这么说？难道一直都是我想太多了吗？林宪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。你能给我一次机会吗？不可能，我不属于这里。果然跟静雯说的一样。不是说不着急出虫吗？这几天一直躲着我，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我提醒你，不要忘记和我的约定。难道那天陈静雯说的是真的？我记得，不需要你提醒。答应别人的事情我不会食言，我会继续好好假装你未婚夫的。记得就好。你还叫我配合你演戏？看来是我把你想简单了。原来这些日子，你的那些关心都是装的。没错，你演的那么逼真，我都是跟你学的。好，那你以后不用装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有些话一旦说出口，可就不能收回了。你以为我想说伤害你的话吗？小满，小满，妈，小满不好了，小满，小满，怎么了？家里大火偷了腊肉，往山里跑了，我追了半天不见了。不着急，妈，我去找啊。给这些你拿着。他一个人没问题吗？哎，小丽，你也赶快去啊，快去呀！大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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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爷，有没有看到我们家大黄呀？往那边跑了。谢谢啊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么大一条黄色的狗？有没有看？大黄。
大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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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黄。哎呀，绊倒了。哦，原来大黄是为了救这只小狗才乱跑的。你好。大黄的绳子被缠住了。马上天黑了，我们先去花房那儿歇会儿吧。走吧。走吧。走吧。唉，这庄小满摘个野菜，摘这么久，还不回来，好饿啊。这应该熟了吧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还挺好吃。林夏，林夏，林夏，醒醒！你怎么了？怎么像是喝醉了？怎么就剩这几个了？喂，醒一醒！你是不是吃了没煮熟的菌菇啊？菌菇汤很好喝。连汤你都喝了？小满，你的脸好软啊！笨蛋，吃这些没煮熟的蘑菇会中毒啊！乖，乖，我问你啊，你吃了几个？我吃了，你猜？我问你呢，你到底吃了几个菌菇1、2、3、4、5个。还好。虽然不要命，但恐怕明天早上才能清醒。我扶你进去吧。来，外面冷，我扶你进来。哎呀，哎呀，
小满，啊，你真好看。我好难受。你哪难受啊？我看到你跟苏子峰在一起难受，你躲着我我也难受。我觉得我们之间不是假的。我也没说是假的呀。好想唱首歌给你听，又害怕靠得太近，想回到过去，过去再也不过去。我已经习惯我和你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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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果刚才的你是清醒的，就好了。我怎么睡这儿了？你昨晚吃了没煮熟的蘑菇。你还记得昨晚的事情吗？昨晚怎么不接呀？说话。这么久没音讯，我得确保你还活着。那你现在确认了，我挂了。等一下，这2天我一直在想，你会不会喜欢上那个女人，毁坏我们之间的约定？我喜欢他，但他……不过我想，像你这样的人，应该不会这么天真吧？像你这样的人，应该不会这么天真吧？昨天晚上的事儿，我想起来了。这一路都不说话，他在想什么呢？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。是不是该主动点？
准备做饭呢。啊，需要帮忙吗？你帮我添点柴吧。行。你和林宪昨天到底怎么了？忽然间回想起拂面暖风轻轻，我微醺，想起你温暖我的心底，忘记全世界。是大黄昨天不见了，我们找到他的时候，发现旁边有一只受伤的小狗。天色晚了，我们就就地取材做了吃的，结果林宪他食物中毒了。食物中毒？严重吗？没事，还好吃的不多。人没事就行。那还是有点事儿的。肯定发生了什么事儿。来，子枫，喝碗汤。谢谢阿姨。小满做的汤实在是太好喝了。那你多喝几碗呗，别撑着了。是啊，宣传照也已经拍完了，你多喝点，明天好上路。你可闭嘴吧你！子枫，你喜欢就多喝一点，别客气。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大家。怎么了？我今天早上导照片的时候才发现，相机坏了。啊！鬼才信你！里面一张照片都没有了。不会吧？那可是你辛辛苦苦拍的呀！啊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那只能重新拍摄了。有些人啊，就是不想走。还要多久啊？那说不好，相机坏了，那寄回去怎么着都得维修几天。哎呀，子枫作为摄影师，肯定也不想这样的，对吧？没事没事，不行啊，让子枫多住几天，再拍一遍。子枫，你别有心理压力，我们一起解决。那重拍的这几天，我能住在你们家吗，小满？原来打的是这个算盘。那个家里确实没有多余的房间了。凭什么他能住，我不能住啊？那不一样啊！那小林是我未来女婿，他不住这能住哪儿？反正就几天，要不林先跟子枫挤挤？你说的倒轻巧，你怎么不跟他挤一挤啊？那怎么行？静文可是一个人住，要不然你跟我挤一挤吧。我谢谢你。小卖部那么小，怎么挤2个人啊？哎呀，行了，就住我家吧。成了，漂亮。林宪，你跟子枫挤一挤。那挤挤就挤挤吧。我去收拾东西了啊！哎，你吃点呀。这家伙怎么没完没了的？嗨，哎，住的挺不错的呗。哟，练着呢。我这一来，你是不是挺慌张的？哼，故作镇定。跟你说话呢。真是盲目自信。慌张？那倒没有，只有嫌弃。你不觉得我这么住下去的话，会完全把你取而代之吗？你做梦吗？你其实也没有那么喜欢他吧？我不需要向你证明什么。林宪，我敢保证，我比你真心。你这是幼稚。不如你主动放弃吧。
你觉得呢？你要干嘛？你干嘛呀？说不过我，动手是吧？你已经输了。子枫，你真的相信昨天晚上林宪和小满什么都没有发生吗？我觉得林宪最大的优势就是近水楼台。如果你明天真的走了，恐怕再也没有机会追求小满了。那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我觉得你得跟林宪一样住进小满家。我也想啊，但是他们家没有多余的房间了。那有没有多余的房间，首先取决于你能不能留下来。陈静雯，诚不欺我。万事俱备，只等小满。嗯？爸妈，你们搞这个干嘛？这谁呀？不知道啊。这是。子枫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对啊，林宪他把我赶进来了。小林，不会吧？哎，他那个房间那么小，住2个人肯定是挤了点儿。不行不行，你不能住在这儿，这帐篷漏风你会感冒的。没事，叔叔阿姨，小满，你们早点回去休息，不用管我，我将就1晚上就行。晚安。子枫好歹也是客人，你怎么能这样？过分了，林宪。今天先挤一挤，将就一下，其他的明天再说。你也就骗骗小满。林宪，大半夜的不许再闹了。你赢了，承让。睡着了都不消停。庄小满，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儿，我要疯了！干嘛呀？这么晚了。你过来，听听怎么睡。这么可怕？这的确没法睡。是你同意他住进来的，你得负责。怎么负责？你说怎么办吧。
那个，我房间只有一张床。那你就陪我干坐着，我睡不着，你也别想睡。怎么不讲道理？就这样干坐着？那你还想干嘛？我想睡觉啊。我的意思是，要不要弄一些吃的、喝的，聊聊天什么的？没心情。你明天就把苏子峰给我赶出去。这不好吧？人家这次专门来大东村拍摄的。那以后他一把我吵醒，我就来你房间找你，大家都别睡。你怎么这么霸道啊？我想想办法啊。先睡会儿，你想一想。我先想想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想想。你是在梦里想吗？哎，你想到没啊？周小满，周小满，睡这么快，真是会耍赖啊！你睡觉也不老实啊。庄小满，放开我！睡着了还这么大力气。算了，先睡了。人呢？哎呀，他不在，我终于可以把他整上床了。啊！发生了什么？喂，你怎么在我床上？你自己好好想想。
这下说不清了。我先起来了，你再睡会儿，被你妈看到不好。你为什么从小满的房间里出来？唉，这还得感谢你，昨天把我给赶出来。你昨天睡在小满的房间？你俩不会？你俩干嘛了？昨天？哎！告诉我你干嘛了？昨天？兄弟，给我讲。苏芷芬先生在吗？哎，您的快递，请您签收。快递？谢谢。好，谢谢。相机？我没买啊。拍的真不错。你相机不是坏了吗？这是我赞助给你的。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你说送就送啊？现在有了机器，可以开始拍摄了吧？拍不了，这天气太阴暗了，光不好，拍不了。这光怎么就不好了？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你是外行，不懂里面的门道。这看着好像差不多吧，但其实天差地别，这会大大影响我拍摄的质感。那你说什么时候能拍？得看天气的造化了。但是好的天气难得一遇。我看你啊，就是想赖在大东村不走了。是又怎么样？